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今天再次要求进入中国新疆地区。据报道，当地维吾尔族有近100万人遭关押在在教营。巴舍莱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年度演说时指出，他的办公室正就新疆的情况寻求与中国交涉。土耳其好党伊斯坦布尔西西里区分支主席阿哈买提伊纳尔表示，他的政党已要求联系中国，了解维吾尔人的命运，这是在这个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。他说，我们在维吾尔突厥人的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，他们在中国几乎遭受过种族灭绝，世界对此保持沉默。他还表示，我相信外交部将考虑我们的要求并采取行动。欧洲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欧盟国家的公民身份数据。据此，欧盟国家在2017年为82万5千人提供了公民身份。据统计，其中83%的人是非欧盟公民或在任何国家没有公民身份的人。在自己生活的国家得到公民身份的人中，34%人由莫洛克人、阿尔巴尼亚人、土耳其人、巴基斯坦人和波兰人组成。中国继续在军事领域恐吓美国。北京当局公布，国防预算保持在年度经济增长率以上，将增加7.5%。因此，中国将在2019年为国防拨款1770亿美元。在美国之后，为防务分配最多预算的中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据密切关注中国的专家称，北京的国防支出远远超过报告的1770亿美元。在一个电视台节目中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 ，S400 交易已经做成，从贷款条件到联合生产，一切都已经谈妥商定，协议已经签署，交易板上钉钉，反悔这是不道德的。双方已就 S400 达成一致，有可能也会签约采购 S500。美国国务院昨天表示，安卡拉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，美国因此或将拒绝向土耳其提供先进技术，土耳其也可能面临受到美国的制裁。